好多家長都會有同一個嘅疑問，點解小朋友明明有補習，但係成績同埋學習嘅信心仍然冇明顯嘅進步？其實問題好多時候咧，唔係小朋友努唔努力，而係學習嘅方式未必適合佢。喺傳統嘅補習或者課堂入邊，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對多嘅教學，老師好難真正照顧每一個學生嘅需要。Edible 就係一個1對1線上補習嘅平台，幫學生配對合適嘅導師，提供更加針對性嘅教學嘅支援。無論係英文、數學、IB 課程、DSE 課程，甚至係 Roblox 嘅遊戲設計，都可以揾到專業嘅導師配對。透過1對1嘅教學，小朋友可以更加即時去發問理解，家長亦都可以全時間去陪伴住孩子，俾佢慢慢建立自信，真正掌握知識，建立更加好嘅親子嘅關係。我哋相信學習唔應該係壓力，而係一個可以被理解、被引導嘅過程。當每一個孩子揾到最適合自己嘅方式去學習，相信呢個就係家長同埋孩子最大嘅雙贏嘅局面。